今集講講靈異，同大家分享嘅靈異個案係同揸車有關嘅。相信大家都聽過好多關於喺公路上邊遇到嘅靈異個案。而化名 Lisa 嘅呢一位網友，根據佢所講，最恐怖嘅唔係當其時喺公路遇到鬼咁簡單，而係最後佢嘅男朋友講咗一個真相俾佢聽，先至係呢一件事入邊最恐怖嘅地方。想知道佢遇到嘅靈異個案來龍去脈究竟係點？唔好行開，一路聽落去就會知噶啦。收聽緊我嘅頻道而仲未訂閱嘅朋友，歡迎你都免費訂閱我嘅頻道啊！打開埋個鐘仔，當每一次有新片上嘅時候，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噶啦。而訂閱咗我嘅頻道，每一次都仲嚟收聽嘅朋友，我迪迪非常多謝你哋，亦都好感謝你哋對我嘅支持。跟住落嚟要分享嘅呢一個靈異個案，我都會略略修改，再用第三方敘述嘅方法去同大家演繹。事不宜遲，即刻馬上同大家分享呢一個靈異個案啦！香港有啲嘅路，日頭行過你可能覺得係好普通，但係一到咗凌晨，同一條路、同一個彎位、同一段不足幾百米嘅山路，偏偏就總會有人記得。記得啲乜嘢？就係自己曾經喺嗰度見過一啲解釋唔到嘅畫面。今晚呢一個靈異個案就發生喺2007年嘅夏天。一條好多香港嘅司機都曾經喺嗰度揸車經過，呢一條山路就係大帽山嘅荃錦公路。2007年嘅夏天， Lisa 同佢男朋友同埋佢個妹喺錦田返屋企嘅路上，半夜就揸住架車由荃錦公路出荃灣。當其時 Lisa 個妹係瞓着咗嘅，負責揸車嘅就係 Lisa 嘅男朋友。其實本身錦田半夜都靜，新界嚟講呢一區本身有一啲嘅地方已經夠晒陰森，嗰度仲有好多嘅荒廢嘅貨倉，同埋一啲街燈都照唔清楚黑掹掹嘅樹林。呢一晚佢哋三個人喺朋友錦田嘅屋企打完麻雀，大概都已經係半夜2點幾。喺朋友屋企就開車返屋企，佢哋住喺大窩口，所以佢哋決定沿住荃錦公路一路上大帽山出荃灣。呢一條係左右來回都有少少窄嘅山路嚟㗎。沿途除咗一啲軍營同埋一啲屬於政府類似宿舍嘅低密度殘殘地嘅樓宇之外，其實就冇其他嘅住宅。所以呢一條山路雖然有街燈，但係啲街燈都好灰暗好黃嗰一種嚟㗎，沿途顯得仲有啲暗添，尤其係馬路兩邊，除咗係山邊之外就係樹林，所以非常黑。夜晚喺呢一條路度揸車，其實如果要望到好遠，同埋要睇到四周圍嘅嘢，其實真係非常有限。當然揸車都一定會開車頭燈，如果開咗車頭燈，都仍然可以照到前面一小段路。當時嘅時間大概係凌晨2點到3點之間，佢哋由錦田公路轉入去荃錦公路，跟住呢一條路就一路上，左右兩邊係軍營。過咗軍營之後，附近就冇屋噶啦，亦都冇任何嘅鋪頭。據 Lisa 所講，當其時除咗佢哋自己架車，就冇其他車，對頭線亦都冇見到任何一架車。佢哋揸住架車過咗軍營之後， Lisa 話如果佢冇記錯嘅話，大概去到第3個轉彎位左右，突然佢男朋友阿 Dave 轉彎轉到一半嘅時候，佢突然間將架車駛咗去右邊，即係將架車駛咗過去對面線。佢嗰一下突然間擰嗰個軚盤， Lisa 成個人大嗌咗出嚟。
佢就即刻問佢男朋友：哇，發生咩事啊？佢男朋友冇出聲，又冇答阿 Lisa。佢將架車轉咗入去直路之後，就慢慢將架車修正翻，行翻左線，然後再將嗰個車速收到好慢。Lisa 望下阿 Dave， 但係個氣氛就非常奇怪，就係至少剛才發生過啲咩事，佢都應該同阿 Lisa 講下，但係阿 Dave 就冇出聲。Lisa 見阿 Dave 冇交代，跟住 Lisa 就講：揸車小心啲啊！你知唔知你頭先好危險啊？好在頭先冇對頭車咋。點知 Dave 竟然唔認同 Lisa 講嘅嘢，跟住佢就同阿 Lisa 講：你唔知咁多，你就唔好話我揸車危險啦。Lisa 俾阿 Dave 呢一個態度同埋呢一句說話，辣到成個人着咗。不過佢話算，因為佢見個妹喺後座瞓緊覺，佢都唔想個妹見到佢哋兩個喺度嘈交。跟住阿 Dave 揸住架車，一路上到去英雄亭之前嗰個彎，佢哋架車一路行，就一路駛向一個同佢哋架車喺同一左邊馬路行緊嘅男人。呢一個喺馬路上邊行緊嘅男人，當時係面向住 Lisa 佢哋架車嘅車頭方向，一路沿住斜路行緊落嚟。Lisa 嘅形容係咁講嘅，佢話當架車一轉彎嗰一下，就已經即刻見到呢個男人噶啦。但係當其時私家車嘅車頭燈同呢個男人都有一段距離，雖然睇唔清楚佢個樣，但係都足夠可以睇清楚呢個男人嘅外表。呢一個男人應該上咗年紀，似乎好似係一位伯伯，年紀有幾大就好難估計，因為燈光比較暗，好難睇得清楚。佢着住一件比較鬆身嘅長袖深色衫，同埋一條黑色好鬆身吊腳嘅長褲，着住一對類似功夫鞋，但係就冇着襪。再睇真啲，佢仲戴住一頂圓形闊邊嘅帽，頂帽周圍仲圍住一啲好薄透光灰色嘅紗布。當其時頂帽嗰啲紗布仲俾啲風吹到飄起添。Lisa 話呢一個男人睇起嚟就好似之前佢上網睇過嗰啲紀錄片，新界最早期嗰啲農民着衫嗰一種打扮咁樣。至於佢着嘅衫係乜嘢顏色，夜晚就好難睇得清楚。當其時 Lisa 男朋友阿 Dave 揸住架車就開得好慢。當其時佢哋架車同呢一位伯伯應該大概仲有50米左右嘅距離。喺 Lisa 心目中嘅印象，嗰個伯伯當其時睇起嚟有一啲好似嗰啲黑白嘅畫面咁樣，唔係嗰一種恐怖故事入邊會發光嗰啲靈體，而係嗰啲相對比較灰、比較暗啞嗰一種。不過亦都可能係因為當其時係夜晚，佢哋係靠車頭燈先至見到佢，所以 Lisa 先至會有呢一種咁嘅印象。再講翻當其時嘅情況， Lisa 見到呢個男人身上邊係冇帶住任何嘅嘢，意思即係話嗰啲腰袋啊、斜孭袋啊，又或者係背囊嗰一種，冇任何嘅嘢帶住喺身。仲有一樣嘢 Lisa 都覺得好奇怪，如果唔係佢哋架車嘅車頭燈照到呢一個男人嘅話，如果冇咗佢哋架車，基本上 Lisa 話呢一條山路應該係好黑㗎。咁呢一位伯伯係完全唔需要用電筒嘅咩？其實當其時已經係凌晨2點幾3點，嗰度又冇住宅，個伯伯竟然喺呢一個位置嗰度散步。Lisa 坐咗喺個車入邊，周圍望下就望唔到附近有任何嘅車，周圍亦都係黑掹掹嘅樹林，而且喺遇到伯伯之前，一路都冇其他車經過，亦都冇見到其他人。咁即係話伯伯係冇人陪住佢嘅，佢真係自己一個人喺度。架車一路行，老伯伯一直喺 Lisa 佢哋架車嘅車頭燈嗰個照射嘅範圍入邊。車開得好慢，大概過咗5-6秒左右。當 Lisa 佢哋架車慢慢駛到越嚟越接近伯伯嘅時候，老伯竟然完全冇做任何會避開 Lisa 佢哋架車嘅反應啊！仲有，老伯亦都冇因為危險而示意佢哋停車。
伯伯只係繼續向住 Lisa 佢哋嘅車迎頭咁樣由斜路嗰度行落嚟。但係更加奇怪嘅就係 Lisa 話佢冇見到佢男朋友 Dave 會採取任何反應，佢直頭好似冇見到個阿伯咁。因為阿 Dave 冇響安示意老伯避開，亦冇見到佢有意識會扭軚向右邊避開個阿伯。Lisa 話佢完全冇見到阿 Dave 有反應，佢即刻大嗌咗出嚟。Lisa 話小心啊！跟住佢仲下意識伸手去捉住阿 Dave 隻手，幫佢扭軚去扭咗去右邊。哇！點知 Dave 好大聲哇咗一聲，跟住就將部車剎停咗。Dave 唞咗下大氣，跟住佢就望住阿 Lisa， 好大聲咁講：阿 Dave 啊，喂，你做乜嘢啊？你知唔知你捉住我嘅手，擰我個大盤好危險噶？如果頭先有對頭車嘅話，撞咗噶啦！阿 Dave 俾阿 Lisa 嘅呢一個反應 ，Lisa 睇到嘅嘢似乎阿 Dave 睇唔到咁。跟住阿 Lisa 就問佢：你真係見唔到啊？見到啲乜嘢啊？啱啱離遠一路有個人行埋嚟。阿 Dave 聽到 Lisa 咁講，佢竟然冇問阿 Lisa 發生乜嘢事，佢一句嘢都冇講，個樣仲一反常態咁樣好嚴肅。然後阿 Dave 就開車繼續行，坐喺後座瞓緊覺 Lisa 嗰個妹都俾頭先嘅事嘈醒咗。佢似乎好似聽到 Lisa 問阿 Dave 嗰個問題，佢坐喺後座同坐喺前面嘅家姐講，佢話家姐，你話你見到有人，但係頭先 Dave 剎車之後，我都有趷起身望下側邊同埋後邊，我都冇見到有啲乜嘢，即係話阿妹同阿 Dave 當其時俾到 Lisa 嘅反應，大概就係似乎係 Lisa 眼花，得 Lisa 一個人見到呢個阿伯啊。跟住佢哋架車就一路喺荃錦公路一路向住荃灣嘅方向行。Lisa 不時左右兩邊都望下，一時又擰轉身望下車後邊個窗。Lisa 喺投稿入邊係咁樣講，佢話其實佢真係諗過叫阿 Dave 掉頭翻去睇多一次，但係問題係阿 Dave 嗰個態度似乎唔相信佢見到個阿伯，所以最後佢都算。而且當其時凌晨2、3點嘅荃錦公路又黑又陰森，都唔應該將架車倒翻轉去頭先見到伯伯嗰個位置求證。Lisa 喺個車度沿途一路行都冇出聲，但係車廂入邊嘅氣氛已經同頭先完全唔同。Dave 就喺度專心揸車，阿妹就坐咗喺後座，而 Lisa 就一直望住車窗外邊。佢一路望住到後鏡，一路望住兩邊黑掹掹嗰啲樹。唔知點解佢總係覺得頭先嗰個阿伯就仍然好似喺附近咁樣。最後 Dave 先送咗 Lisa 個妹返荃灣嘅屋企。阿妹落咗車之後仲笑住講咗一句，佢話家姐，你今晚真係打麻雀打到自己眼花啦。 Lisa 冇反駁佢個妹，因為佢聽完佢個妹講，連佢自己都開始懷疑會唔會自己真係太攰睇錯。送完個妹返屋企之後， Dave 再開車同 Lisa 翻去大窩口，成程車兩個人一句說話都冇講，直到翻到屋苑。兩個人入咗 lift 之後， Lisa 終於忍唔住望住阿 Dave。其實你同我個妹根本就唔相信我見到個阿伯，係咪？ Dave 冇即刻答阿 Lisa， 佢只係惡高望住電梯門上邊嗰排燈，睇住部升降機一路升上去。隔咗一陣， Dave 先至慢慢開口講咗一句：我唔係唔信你啊。 Lisa 聽到阿 Dave 咁講，佢就望住阿 Dave，Dave 就望住前邊閂咗門嘅升降機嗰度門，繼續講：我只係唔想喺街度講，因為其實我都有啲嘢想同你講。
Lisa 繼續望住阿 Dave， 但阿 Dave 就冇再講落去，只係講咗一句返到屋企先講。阿 Dave 呢一句說話令到 Lisa 個心突然間打咗個突，因為佢開始覺得今晚嘅事可能比自己想象中更加唔簡單。返到屋企，兩個人沖好晒涼，換好晒衫，屋入邊好靜。Dave 就坐咗喺床邊，冇出聲咗好耐。最後佢就望住阿 Lisa， 然後就同阿 Lisa 講，佢話 Lisa， 其實呢，頭先喺軍營嗰一段路，我第一次突然間扭軚去咗對面線，唔係因為我揸車唔小心啊。Lisa 聽到阿 Dave 提起翻第一次轉彎失控嘅事， Lisa 即刻坐直個身望住阿 Dave， 跟住阿 Dave 就繼續講，阿 Dave 話喺轉彎嗰一下，其實我已經見到有個阿伯噶啦，佢突然間企咗喺我前邊，我第一個反應就係要避開佢，所以我先至會突然間扭軚過咗去對面線嘅啫。Lisa 呆咗咁望住阿 Dave，Dave 都苦笑咗一下，然後阿 Dave 就繼續講，阿 Dave 話，但係當佢架車扭咗過去之後，佢再望清楚，嗰個阿伯就唔見咗，完全消失咗。佢當時第一個反應就係以為自己眼花。阿 Dave 停咗一停，望住 Lisa 就繼續講，阿 Dave 話，但係偏偏你嗰陣竟然問我做咩突然間領糖帶，嗰一刻我就知道你根本睇唔到佢，所以我先至會咁嬲，因為我以為你唔知道我頭先避緊啲乜嘢。聽到阿 Dave 咁講， Lisa 成個人寒一寒，跟住佢開始慢慢講翻自己之後見到嗰位伯伯，由伯伯戴住嗰頂帽，到嗰一件好鬆身嘅長袖衫，同埋嗰條吊腳褲，冇着襪，淨係着住對功夫鞋，再到帽邊飄住嗰層薄薄灰色黑色嘅紗布。阿 Dave 一路聽一路岌頭。當 Lisa 講到最後一句，佢嗰啲打扮好似以前新界耕田嗰啲老人家。阿 Dave 聽完阿 Lisa 咁講，阿 Dave 就話一模一樣啊，我見到嘅都係呢個人啊。講到呢一度，佢哋兩個都冇出聲，成間房靜晒，因為佢哋都知道大家描述緊嘅都係同一個人。但係更加令佢哋覺得毛管動嘅就係阿 Dave 第一次見到嗰個阿伯，位置係喺軍營附近嗰個灣，而 Lisa 第二次見到佢已經係再上山接近英雄亭之前，兩個地方相隔一段唔短嘅距離，就算一個成年人跑步都冇可能可以喺咁短嘅時間入邊由第一個位置走到去第二個位置，更加唔好講當時山路四周圍漆黑一片，除咗佢哋架車之外，根本就冇其他車，亦都冇其他人。如果嗰個阿伯真係一個人，佢到底點樣可以比佢哋架車更加快出現咗喺英雄亭之前嗰個彎？直到今日 Lisa 仍然冇辦法解釋。Lisa 嘅投稿喺最後就話佢同阿 Dave 好肯定見到嘅係靈體，而 Lisa 嘅疑問就係，究竟嗰兩個靈體係咪同一個靈體呢？如果係同一個靈體嘅話，點解會分別喺唔同嘅位置出現？仲有第一次點解得阿 Dave 見到，而第二次就係佢見到，阿 Dave 見唔到。好多嘅靈異個案，其實唔單止係因為有人見到鬼，所以令到人驚，而更加令到人不寒而慄嘅，往往係兩個互不知情嘅人，事後竟然可以講出一模一樣嘅細節。如果淨係得 Lisa 見到，或者可以解釋成眼花；如果只有阿 Dave 見到，亦都可以解釋為夜晚疲勞駕駛產生嘅幻覺。但係偏偏兩個人喺唔同時間、唔同位置，各自都見到一位老人家，直到返到屋企先知道原來對方一直冇講出嚟。
而更加難解釋嘅地方就係嗰位伯伯出現嘅位置，短短幾分鐘可以跨越一段根本冇可能靠行路可以完成嘅距離。如果佢真係一個蕩失路嘅老人家，佢又點可能比部車更加快？如果佢根本唔係人，咁嗰一晚沿住荃錦公路一路行嘅，到底又係啲乜嘢？歡迎大家留言講下。如果係同一個靈體，點解分別喺唔同嘅地方出現，同埋個別俾阿 Dave 同阿 Lisa 見到呢？呢一集化名 Lisa 嘅呢一位網友投稿嘅靈異個案就分享到呢一度為止，下一次再同大家分享另外一啲更加恐怖嘅靈異個案啦。多謝大家嘅收聽。